勞工局表示，威尼斯人已經喺上個星期書面回覆勞工局，話會喺明年1月1號取消無薪假嘅安排，但員工擔心薪酬難以恢復到之前嘅水平。有工會就希望勞工局安排4方會談討論薪酬安排。劉晴報道。博彩企業員工協會透露，推行減薪方案達到1年，但至今仍然未恢復原本薪酬同埋假期安排嘅威尼斯人，已經喺上個星期書面回覆咗勞工局，表示會喺明年嘅1月1號取消無薪假。但有員工就話，暫時都係未收到消息。完全都冇話幾時會恢復翻啊，幾時會取消無薪假都冇講咯。亦都有消息指，公司私下同某啲部門嘅員工商討取消無薪假之後嘅薪酬安排，佢哋擔心薪酬難以恢復之前嘅水平。工會希望勞工局盡快安排會談進行討論。我哋再次要求政府咧係協助去召開4方嘅會議，去對呢個問題去作出個討論。勞工局方面就話，佢哋正喺度跟進問題，暫時無意召開4方會談。譚寶容亦都透露，近期有賭場出現變相取消週假嘅做法，損害員工權益。尤其係近呢2個月啦，有一啲嘅強制性假期，咁公司係刻意將佢哋嘅週假去重疊強制性假期，咁實際上係變相咧係取消咗佢哋嘅週假，使佢哋少休息咗1日。咁我哋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呢，一定要加強個監督。另外，譚寶容亦都相信商討已久嘅莊荷持證上崗制度，會喺當局完成訂定莊荷資格審查標準之後，好快就會推行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。